主后2023年3月26日，三个教会主日礼拜，圣经咱做伙来听读《撒母耳记上卷》第4章19、19、22节。以利的新妇非尼哈的某怀孕得要生，伊听到上帝约柜互人抢去，大官甲丈夫拢死的消息，忽然喙唇痛痛，哭落去生囝。伊得要死的时，伫边仔底照顾的妇人人甲伊讲：免惊，你生查甫的。毋过伊恬恬无回应。伊甲囡仔号名叫以加卜，意思是上帝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因为上帝的约柜互人抢去，大官甲丈夫嘛拢死。伊阁讲，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因为上帝的约柜互人抢去。约柜失落搁得到，什么是你上神圣的物件？是圣经呢，还是十字架？若是圣经，你是摕来放伫眠床边，互你好困，还是互你安心？若是十字架，十字架是咧保庇你平安，是无？圣经你敢有真认真伫读上帝话？十字架是信仰的提醒甲记号，十字架也毋是一个护身符。咱伫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范围是撒母耳上卷第4章到第7章的第2节。这所在主要咧讲到以色列人因看做上界神圣的物件，约柜失落搁得到的故事。约柜是以色列人伫出埃及以后，伫旷野时代，上帝吩咐摩西所打造的一骹柴箱仔，无介大骹，是用纯金甲柴包底，会当装两支即个柴伫遐来装。内面底3项物件，就是刻写上帝十条诫的2块石板，阿伦的管仔是布艺开花迄支管仔，以及一罐伫以色列人伫旷野伫食的吗哪。约柜平常是放伫会幕的至圣所，照规定，大祭司一年只有干会当入去到伫至圣所一摆。上主是无形无状的，所以上主也禁止人用任何的形象雕刻上帝的神尊偶像。约柜象征上帝的宝座，是上帝甲以色列人同在上界神圣的记号。以色列人入迦南地定居以后，士师时代约柜有真长的时间是放伫示罗，迄阵已经无会幕，约柜是放伫有建筑物的厝里。撒母耳出世到青少年的时期，祭司以利甲伊的囝负责保管约柜甲献祭的事务。咱伫前一回有讲到，祭司以利受上帝警告，上帝要刑罚伊2个囝藐视上主，以及以利生囝变成做匪类，也看也尊敬上帝的罪。咱伫今仔日线接来看故事的发展，但先咱来看分段。第一段咧讲
约柜互非利士人抢去。伫第4章第1节到11节，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伫士师时代中尾期甲王国创立初期最主要的威胁。非利士人伫当当时因的物质文明较悬，而且因掌握甲控制铁的生产以及使用。因也利用铁器来打造武器甲铁甲车，所以因有相当强的军事力量。撒母耳上卷第4章记载，以色列人甲非利士人的一场大型的战争，双方一开战，非利士人就杀死4000个以色列人。后来以色列人想到一招，就是因去示罗请出上主的约柜，用安尼来振奋以色列人的军心。以利两个囝也缀约柜做伙来到伫战场。原底非利士人因掠做讲约柜来伫战场因大害，所以就抱着拼命作战的心理。死里求生的决心，甲以色列人车拼，结果非利士人搁一摆大败以色列人，而且杀死因3万个人，连上主的约柜也互非利士人抢去，以利两个囝也死。第2段讲到以利家的报应。第4章的12节到22节，以利听到以色列人大败，约柜也互非利士人抢去，搁两个囝也互杀死。98岁年老搁大哭的以利，就倒向暗棍仔去摔断现死。伊的细汉新妇听到安尼，就揣尽难产，勉强生一个查某囡仔，甲伊号名叫做以加普。意思是上帝的荣光已经离开以色列，因为上帝约柜互人抢去，大寡甲丈夫嘛死去。妇人难产死，以利家只有剩一个红红幼幼的孤儿孙，这也应验上帝的刑罚的预言。第3段是第5章第1节到12节，约柜伫非利士人的城邦引起的灾难。非利士人拍赢以色列人，因感觉上界光荣骄傲的代志，就是抢着以色列人掠做上界神圣的约柜。原底因捌听讲，伫上帝的帮助带领下面，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甲法老王强大帝国的军队，以及上帝安怎帮助以色列人打败迦南地大小70几个王，这拢是因为以色列人因有比军队搁较有力可怕的神秘武器约柜。当约柜互因抢着，也代表非利士人甚至比埃及以及迦南诸王搁较厉害。相时阵也代表非利士人所拜的神明也比以色列人所信的上主较伟大，搁较神威显赫。因为安尼，因就甲约柜放入去伫因的大城阿实顿，放伫大袞的庙内主神的边仔。这也代表上帝还阁比因的神搁较低神阶。要拍算第2日早起，因发现大袞的神像面趴伫涂骹，
到第3日，因发现大袞身上毋但面趴伫涂骹，连头甲双手也摔断去。无大紧，阿是拄个城甲周围遮个非利士人所住个庄舍人拢染着毒疮。中文译本翻译是痔疮，毋过可能是鸟车祸所引起的传染病。阿是拄个人就将约柜解送去加德，看加德的神会当来镇压约柜，未无拍算加德的城也遭遇严重的瘟疫。后来因搁换将约柜运送去到伫另外一个非利士人的城以吉伦，结果也引起以吉伦人的惊吓甲不满，因讲这是要甲因害死是无？也确实瘟疫也伫迄所在来摊开，无死的人也拢染着毒疮，规城哀天哭地，非常的凄惨。第4段是第6章第1节到12节，则讲到约柜运转去伫以色列。非利士人经过这个代志了后，因就参详由因的祭司甲卜卦的这个宗教祭仪，用做法事来处理上帝的约柜。因的结论就是亲像得送瘟神王爷共款，甲约柜赶紧送走。因的方法就是照非利士人5个首领的数目来打造5只金鸟鼠仔，甲5粒金毒疮，用即个做陪罪祭。另外，阁准备一台新的牛车，甲2只拄咧饲奶也毋捌打的牛母，甲约柜甲陪罪祭品放伫牛车顶。因也注意看牛会甲约柜送去倒位。通常牛母生牛仔囝会伫伊牛仔囝，牛母会想要转去牛巢来饲牛仔囝。即2只牛母会转去牛巢的可能性较大。总是牛母甲牛车驶向以色列人住的毕士马，即个也互非利士人证实讲，即场大的灾祸确实是出自上帝所降的灾祸，并毋是即个单纯臭拄坎发生的代志。第5段是约柜停伫以色列人的庄舍毕士马甲基列耶琳。第6章13节到第7章的第2节。起初，约柜停伫以色列人住的毕士马一个名叫约书亚的人的园。以色列人就伫遐利用迄台牛车破做柴，2只牛母烧做烧化祭献互上主。毋过，毕士马的人好闲，偷看约柜的内面，总是上帝为着即个大无欢喜受气，就拍死70个以色列人。毕士马的人大惊，就拜托基列耶琳人甲约柜迎接去因遐服侍。因迄时阵无甲约柜送转去示罗，可能示罗城伫迄阵互非利士人攻陷，
以及伊两个囝也拢死去，无人通做祭司来固守约柜。因只好将约柜且放伫基列亚林阿比纳达的厝，也任命伊的囝以利亚撒来固守约柜。约柜停伫遐有20冬的时间，以色列全家也拢痛悔归向上主。到伫大卫做王，定耶路撒冷做王都，约柜才阁对阿比纳达的厝刷去到耶路撒冷，准备安放伫日后的圣殿。咱伫今仔日对所听的圣经节甲故事，对咱有啥物启示？第一，上帝是神圣搁袂武万直的。约柜会失落甲得到，无论是对上主的子民以色列人，还是外邦的非利士人，拢相款，是咧警告提醒，上帝是神圣搁袂得武万直的。以色列人甲非利士人的战争的中间，原底以色列人掠做，因只要甲约柜扛出来，就是法宝。上主的确会为着因征战，而且会稳赢的。无拍算，因还是输甲土，无大紧，连约柜都互非利士人抢去。非利士人抢着约柜做因的战利品，因大胆甲约柜放伫大袞庙，想讲这是因的神明拍败以色列的上帝。无疑误，反转大袞的身上，摔甲头甲手拢断去。上帝也化身是瘟神，降鸟鼠灾甲毒疮，刑罚才会毋捌上帝伟大搁神圣的非利士人。约柜伫非利士人的地7个月巡回，造成大的灾难。约柜每到非利士人的一个城邦，就降共款的灾祸，互迄个地区的非利士人，直到因毋敢搁继续留约柜伫因的所在，因就将约柜主动送倒转去，互以色列人。搁踮伫必士马的以色列人，竟然也好奇来探头探脑，窥探约柜的内面。这表示上帝神圣的威严，就致使上帝受气，拍死因70个人。约柜其实并无啥物了不起的法力，亲像以前有一部电影《法柜奇兵》在演的，因掠做讲约柜有啥物超自然神秘的魔术能力。其实约柜是象征上帝伫人间甲人同在的宝座。见着约柜就等于是接着上帝圣旨，就爱存着恭敬虔诚的心，将约柜看作是神圣不可亵渎袂武万直上帝的存在。这也互咱思考，当咱看上帝普无，上帝大声是提醒咱爱注意，咱只不过是受造的人。上主才是咱的主，咱的上帝，伊是咱着尊崇敬畏独一的存在。当咱若毋听的时，上帝的提醒就会变成做是警告，看咱是毋是会
大党仔警醒，若是搁急哭哭讲袂听不受教，上帝就会讲刑罚来管教。毋管是信徒还是未信者，拢共款，无例外。第二，着敬畏敬听上帝，才会当有一个敬虔的心，有敬虔的心，才会当来敬拜服侍上帝。约柜虽然毋是上帝，也毋是亲像偶像的神尊受人服侍，总是约柜是至关上帝伫人间上界神圣的宝座，是比会幕也是后来的圣殿搁较重要的存在。外邦人毋捌上帝，还情有可原。若是以色列人因是上帝的选民，有上帝的律法来教示因、约束因，也严格的宗教生活做规范，因应该爱比外邦人搁较清楚上帝的神圣甲神圣是甚物。总是以色列人甲将约柜赴战场当作袂输是一般的宗教神明伫出巡，搁探头探脑偷看约柜的内面到底是伫甚物宝贝的法器，这大大得罪上帝也惹怒上帝。毋领因伫战场惨败，后来阁有70个必死迷人，互上帝活活拍死。咱伫以后撒母耳下卷第6章也会读到，大卫对基列耶人阿比拿达的厝，迎接约柜入耶路撒冷的路上，以亚撒的囝乌撒伸手扶约柜，结果互上帝拍死。这咱伫以后继续讲到的时阵，才搁探讨，所以伫遮大声来甲伊简略带过。以利甲伊两个囝服侍上帝一世人，毋过呢，因甲服侍当作是咧饲家己的腹肚，甲维持家庭的利益。因的服侍并无帮助着迄当时的以色列人真实认捌上帝、迎敬上帝，反倒当成做败坏的毒素，连累以色列人也藐视上帝，受上帝的管教甲刑罚。做上帝的选民甲信主的人，若无先敬畏、敬听上帝，要怎样对上帝有真实的敬虔呢？人若无存着敬虔的心，要怎样用真实的心灵来敬拜、服侍独一真活我的至高神上帝呢？第三，伫遮搁一摆讲到着复兴，复兴是悔改归向上主。非利士人虽然伫甲以色列人的战争刣赢搁占上风，毋过经历约柜巡城港灾祸的事件，因也暂时毋敢随意往以色列人搁再发动中大型的战争。加上以利甲伊两个囝死了后，撒母耳接续做先知士师祭司来治理以色列。还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关键，就是咱伫第7章第2节才读到讲，以色列全家痛悔归向上帝。这是一个突破甲转变。当上帝的子民会晓痛悔，就是深深的痛改前非，改旧换新，归向上主的时，复兴就临到。非利士人也毋敢侵犯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有20年久太平好的日子。
这也宣告士师时代得要结束。伫上歹诶时代，上主上帝犹原继续掌权治理即个世界甲世间诶一切，所以咱也爱相信上帝诶权能。当咱尊主做大，尊主做圣，用敬畏敬虔诶心来敬拜服侍伊诶时，也用悔改归向伊。上主也要用伊诶慈爱甲恩典，互咱得到新诶复兴。咱做伙来祈祷，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当阮看到士师时代遮个以色列人因失落真正诶信仰，甲外在诶约柜看做是上帝诶即个溃烂诶法器伫使用，这也提醒阮也毋通甲遮个外在诶圣经也是十字架甲伊看做是即种诶护身符，搁较要紧诶是阮爱来追求主你本身，来认捌你，抱着敬虔敬畏敬听诶心来认捌上帝，也服侍上帝。求主帮赞，互阮诶一生会晓得悔改归向你，互主你新诶性命临到伫阮，互阮也用新诶生活来结出圣神诶果子，荣光主你诶名，恳求祈祷靠耶稣诶名，阿们。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诶，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诶权能。愿意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们。